一摆高雄嘅小南村规个本土沙言论，输黑地位500条人命，本改当然路上嘅问，侬也能对安尼嘅灾难完全无法度掌握。其实我预测本身已经加嘅技术比预测土沙流还过难。不过有学者就去研究出一种嘅模式，对为本黑天气嘅预测准确率有到87%。风灾伫南台湾造成严重的灾情，土石流的预警机制受到严重的争议。用目前水保局的预警机制，因为评估的条件无一完整，故所有潜在的不可定性。国科会研究出一套新的综合性模型，将地形和落雨强度也条因素综合，还用2005年海棠风灾做例的验证三门水库断水期的变态情形。准确率已经有87%，不过安尼嘅模式还冇办法拿来推估风灾会造成嘅灾害。要是哪一个地方的话，我是觉得应该要把这些自然环境的资料全部拿齐，地质、地形、土壤等等，这个都是基本的资料必须要有的。可是你做面试统计资料来看，三门水库部分地区的雨量是降落到385毫米，最有可能造成土石变态。是讲用途也摆南部灾情，未来风灾来的时节，应该多注意雨量老土的性质，也要仔细。资料的来源是一个大问题，特别是土壤，因为那个土壤的因子里面要包括很多土壤物理的资料。台湾先天地形本来有其优点，含有雨量大、老落雨强土态，故所都不变善。也个新的评估模式，海外专家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。未来将做地伫风灾来之前，本大家有准确的自信做好防灾工作。客家新闻综合报道。